后来线来看这个朱立伦，进前就公布节目，讲伊若当选总统，会重新来检视能源的配比。若是能源不足，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时阵，核试是一个选项。这是朱立伦头一届公开来表态，有条件支持第4核能发电厂重新来启动。问题是朱立伦曾经伫市长的任内霸气来反对核试，无怪互苏贞昌甲经体讲。 因为选情变演化，所以加当减。核市长敢有应该存在？想要搁选总统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，已出绝招啊！如果我当选之后，我会重新检视现在能源的配比。如果今天能源不足，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时候，当然合适。 是我们的选项。出一步未经相得1000，恐惊会生子孙辈吧？因为伊伫做新北市长的任内，捌安尼讲。新北市绝对不可以成为核废料的处置厂，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，那没有办法处理核废，更没有资格来使用核电。那75无共款，行政院苏贞昌嘛甲警惕。 他是最早说要选总统的啦，现在选情有点被边缘了，所以只好讲党检啦。 加当检恐惊伤身体，经济部讲重新启用核试负担重更加伤本，核试原厂的团队已经解散，想要重新启用，就要看原厂敢有要安尼做。过来设备足歹换新的，因为20年前的设备工厂一般拢是停产还是破产啊。 讲到钱，要互伊达到会使运转，至少来编列688亿，而且爱立法院同意，而且核试建造明年2020年就要到期啊，重新启用到完工至少爱6年以上，毋是一句想要定来就会使定来。面对能源问题，执政党共款压力真大，2018反空污的公投、反沉没电厂的公投、以核用力公投拢通过，支持先用核电为绿能争取时间，莫怪朱立伦用这步毋惊红骂。 核四1号机安检后封存。2014年，马总统任内宣布核四封存，剩的燃料棒嘛已经载去美国啊。即马建会再起，核四又搁引起讨论。